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 Winnie 老師啊，今日帶大家嚟探訪係聖保羅男女中學，係香港第一間直資中學，歷史悠久，培養咗好多高管名流、政商翹楚。霍啟剛同埋佢個仔都係就讀呢間學校。雖然 Winnie 冇辦法入讀咁優秀嘅學校，不過企喺呢間學校嘅土地吸收下佢嘅能量，真係正啊！課程體系係 DSE 加 IB 雙軌制，學生升學多元化。學校為中四以上學生提供寄宿，大約有80個床位開放申請，設施齊全，擁有碩博以上學歷嘅老師佔比超過60%，可以俾學生提供高質量嘅學術指導。學校 DSE 狀元累計人數位於榜首，2021年 IB 全球成績排名 Top 1，整體學術成績優異，不愧係香港第一男女實校。聖保羅學校獎學金類型豐富，有提名獎學計劃、學費減免計劃同埋才藝獎勵計劃。一個年級大概有9個班，每個班有35人左右。核心科目有數學、科學、人文學科，特色課程有藝術、音樂、信息技術、STEM 教育。咁喺呢度就讀嘅學生反映咧，喺學校嘅壓力都係會比較大，畢竟同學都好犀利，自己都要努力先跟得上。不過喺學校咧，唔止係學習，學校仲會提供好多嘅課外活動參加。到中六嘅時候，活動會減少，學生全身心咁樣準備學業考試。如果小朋友特別優秀，可以嘗試衝刺，但係建議同時準備保底學校。各位家長朋友仲想了解咩香港學校呢？都可以喺評論區留言學校名，Winnie幫你逐一探訪。咁香港名校知多啲，關注 Winnie 話你知。